家好，我哋嚟抽獎啦！面前你哋見到嘅呢一啲字條呢，其實每一條都係代表住一筆消費嘅。記得之前啦，10月1號至到10號之間，我哋有話過喺我哋 LS 嘅 online store 嗰度有週年慶活動，我哋會抽出5位幸運兒。呢5位幸運兒呢，你哋所用嘅金額，我哋都會全數退返俾你，亦即係話 LS 嘅產品就係無條件咁樣送俾你。5位幸運兒，我哋而家就嚟抽第一位。好，10月6號，睇清楚你個名，金額係港幣950蚊。第2位，好，最邊邊嘅呢一位，10月9號，你嘅全名，港幣590蚊。第3位，10月1號，你嘅名，港幣400蚊。利兒啦，好，上面少少。10月1號，你個名，港幣400蚊。最後一位啦，揀邊個好呢？揀個抵啲嘅先，匿埋咗喺下面。10月8號，睇清楚啦，港幣590蚊。恭喜晒你哋5位！我哋重溫一次賽果，6合彩950、590、400蚊、400、590，特別好嘛？好啦，唔低能啦，多謝你哋參加呢一次嘅抽獎活動。嚟緊聖誕節嘅時候 ，LS 都有活動嘅噃，到時我哋會有聖誕禮物送俾大家，請大家多多支持，多謝晒。